呢台車唔知點講好，聽講前車主攬住個枕頭喊咗3日。全新零使用，慶鈴 KV100 4KB1 發動機，倉蘭車，哇！呢隻車又係可遇不可求啊，現車都冇啊，基本上都要訂。冇開過呢台車，全新嘅，上牌就賣啊！呢份車主真係喊到噼哩啪啦，我都安慰佢唔好咁傷心啦，錢財身外物。唉，不過冇辦法，事實真係要蝕好多。128匹2.5，2.5米1內闊，倉蘭車，慶鈴 KV100，車就喺廣州芳村。對呢隻車有高度需求嘅、高品質、高要求嘅，可以過嚟現場睇車。冇用過嗰台車，依家明顯就係蝕到眼坦坦啊！深水哥話齋，111800，啱心水嘅私信，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走。買賣二手車，揾個就啱啦。